还有8其中1人跟我放屁。司马公子，那就看谁放得下了。在下认为，真正的谜底只有一个。不知我们的想法是否一致？将军，可否借护身短剑一用？但借无妨。二吉，七奇手上拿的什么？是一节原木，长几许，粗几何？长约4尺，粗约1拳。七奇可是正在切削此木？正是。莫非当真？果然如此吗？布上的文字只是烟幕，实则真相就在布边的黑点上。那不是布帛的污迹？果然一致。我来算，你来消，如何？相辅相成，如此甚好。